妈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？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？我这是为你好。现在提倡的是自由恋爱，自由恋爱你们懂吗？你知道街坊邻里怎么说他妈？我不想知道，您说什么我都不会信的。你让你爸把话说完嘛。不是，我就是谈恋爱，这管别人怎么说呢？你知道不知道他们家的情况？啊？他妈妈以前是电影明星，生活作风混乱。你们领导也说了，就那女孩的父亲的身份，到现在都说不清楚。这些事情我都知道。知道你还敢跟他交往？那他们家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家庭，那属于被改造的对象。我们这样的革命家庭，怎么可能跟这样的资产阶级家庭来往？爸，别插嘴。现在提倡自由恋爱，我和你妈都赞成你处对象，我们没有别的要求。可你至少得找一个政治可靠、家庭情况清白的女孩吧？你在厂里是积极分子，要是找一个这样的女孩处对象，那党组织怎么会信任你？你以后会成别人口中的笑话，以后在厂里还怎么出头？小杰，你听妈说啊，一般这样出生的孩子啊，都花花肠子。你看你这么老实，你怎么压得住别人呢？爸妈，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，但是我很清楚我自己现在在做什么，我更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他平时是一个严于律己，是一个有理想的人。他在工作时候积极要求进步，态度很认真。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。你们领导也说了，这姑娘是个好姑娘，没有给她转正式工，那不是她的问题，就是因为他们家的情况。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，那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？他现在在新社会，他爱党，他爱祖国。我相信时间长了，你们一定会发现他身上的优点的。可是别说了，爸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放弃这段感情。小杰。这事儿太突然了，你应该提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。我想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再说你早晚不是要见他们的吗？那我都没做好思想准备。又不是让你去打仗，哪儿又做那么多准备啊？啊？哎，你就是去家里跟他们见个面，聊会儿天儿，他们又不能把你怎么样。再说了，还有我在呢，还能保护你呢。答应了啊。呵呵，哎，这白天上午老地方等你啊。妈，有人敲门。我在厕所呢，你下去看看。小芝啊，今天街道大扫除啊。哎，王大妈，今天我单位有点事儿。今天是星期天，单位还有事儿啊？其实也不是单位的事儿，是我自己的事儿。那你妈去吗？她不去。那一家去一个，让你妈去吧。我去通知其他的人。好。妈，你快一点啊！
大礼拜天的也不让人好好休息。王大姐也真是的，不折腾人，她就不高兴。你就别抱怨了，今天是全体大扫除。不过年不过节的扫什么呀？再说了，大扫除跟我们家有关系吗？行了，我跟你说啊，劳动人民最幸福。走吧。哎呀，哎呀，不行，我偏头痛，我去不了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劳动是治疗偏头疼最好的途径啊。走吧，都快迟到了。我还没拿口罩呢。哎呀，我给你拿。哎，我说你今天劳动穿那么好看干嘛呀？我不干什么呀。哎，小心，别把那个弄了啊！这个大的够撕了。你得多蘸点水啊。王大妈，哎，来了。哎，妈，你快点啊！就你积极。哎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王大妈，我把我妈带过来了，就交给您了。王主任，放心吧。王主任过来一下。来了。好好劳动啊！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今天工厂还有事儿。大礼拜天的有什么事儿啊？工厂组织我们学习优秀工作者的报告。你把我叫来劳动，你自己跑那什么人啊？你好好劳动吧。注意点安全啊！慢点，哎，慢点，你来这么晚啊？街道上有点事儿，我一直把我妈送到劳动现场，不然她又不去了。行，先下来，回去吧。坐好了啊。哎，小心腿啊！哎。就这里了。啊，周姐，放心吧，我爸妈又不会为难你。再说了，还有我在呢。走吧，我都说了，有我在呢，放心。走。爸妈。啊。哎，来啦。伯母，伯父，姐姐好。哦，我妹妹燕子，三妹。给你糖。谢谢姐。姐姐，哎，坐吧。是。我们家小，你家大吧？哎，爸。什么？没事。小苏同志，你比我家邹姐小4岁了吧？邹杰，他现在是我的师傅。听邹杰说，你们俩好了大年了。我们还听说，你还没有转正式工。
是，但其实你看皮肤多好，手也白，在家不做家务吧？单位的事情多，家里的事啊，主要都是我妈妈做。你妈好像看着也不像做家务的，打扮的比你还洋气。你认识她？哦，不认识。你这么年轻，都戴手表了？啊，这是我妈妈给我的。你在家都靠你妈妈呀？妈，都说了，厂子里边忙，小芝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。哎，喝水啊！小杰，你给苏姑娘的茶杯洗干净了没有？我洗干净了呀。我不渴。伯母，你就叫我小芝就可以了。你妈妈就你一个女儿啊？嗯。这样最容易娇生惯养了。我们小杰有个姐姐，出嫁了。没出嫁前，在家里缝缝补补、洗洗涮涮都是她，可能吃苦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别管，让你妈来。小苏同志啊，哎，你坐，你坐，哎，坐，没事。我们家3代都是工人。我爷爷在码头上扛过大包，我爸爸打过日本鬼子。我呢，从小就在水泥厂工作，所以啊，在邹杰的个人问题上，我们没有别的要求，只希望能娶一个家庭清白的姑娘。爸，您说这什么意思啊？我还没说完呢，你插什么话？小苏同志啊，我们家的人啊，做人做事那都是很坦白的啊。我实话跟你讲啊，我们知道了你们俩的关系，就去调查了一下。你们家虽说只有你和你妈2个人，可是家庭背景太复杂，所以我和他妈都觉得你不符合我们家的要求。爸，您又说这些干什么呀？伯父，你们是去哪儿调查的？也不能说是调查，也就是了解了解情况。我去了你们厂，他妈去了你们街道，了解了一下你们家的情况。这事儿你也知道？啊不，我们去的时候，邹杰不知道，主要是他说不清楚你们家多少情况。你听我跟你说。伯父、伯母，我们家今天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小芝，小芝，小芝，你站住！我一看他就知道是个娇小姐。你们2个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我就看不惯他这样娇生惯养的，跟他妈一样。偏见，你们这些都是偏见。小芝在厂里是工作积极的标兵。那为什么厂里不给他转正式工呢？跟他一起进厂的学生都转正了吧？为什么不给他转？这里面就有问题。我看人不会错的。什么是资产阶级的后代？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后代？那我一眼就看出来。哎，
他也就是有张好看的脸，风大点就把他吹跑了。比他身体好，比他结实的姑娘有的是吗？好，我今天还就同你们讲，我就是要跟小芝在一起，我绝对不会重蹈我姐的覆辙。你姐嫁得这么好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她有什么可幸福的呀？全都是你们包办婚姻的结果。你少跟我们扯这些。我跟你说，你和这姑娘的事儿，你就死了这个心。我们家绝不允许一个成分不干不净的人进门。邹杰的个人问题上，我们没有别的要求，只希望能娶一个家庭清白的姑娘。你不符合我们家的要求。大张，你是头回去丈母娘家吧？兄弟，我教你着啊，你呀去借条毛料裤子，把它烫好。别让人家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工人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用这双皮鞋，把它的锃亮的。这第一印象很重要。搞那么虚干什么？万一人家喜欢劳动阶级呢？一看是资产阶级的，不就黄了？不会，告诉你，除非那女孩不是上海人，听我的，准没错，是吧，邹杰？我小张要去对象家。你看，我让他好好打扮，就他这样，准没戏。先停会儿手里的活，咱俩谈。什么时候来？什么时候来的呀？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样？不成了，这船来咱们这儿修，仓库里全是货，这不咱修船的，真搬运的了。哎，把那底下那全部都搬出来，啊，好像撞的就是这个位置，清理干净了，好好检查检查，啊，一定要检查仔细了啊！哎，你能搬得动吗？你别搬，来，让邹杰来，我来，给邹杰搬，给我搬，啊，小心啊！哎，你搬不了这个，你放下听。哎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叫你别背你不听，闪了吧？闪哪儿了？腰闪了？啊，慢点。是这样吗？这呢？腰闪了一下，其他地方没事，养几天就好了。那我去给你看了药，你先在这休息着，好吧？谢谢大夫。小芝，腰怎么样啊？疼不疼啊？小芝，周大夫，我徒弟他怎么样？没大碍，是扭伤，腰闪了一下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你给他开假条吗？我正在开。那还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的吗？这几天卧床休息，不要干重活。这是他的药。谢谢你啊，赵大夫。不客气。
说你跟我置哪门子气啊？又不是我让我爸妈去调查你的。咱俩现在应该是同一个战壕里面的，一起对外。爸妈是做的不对，带他们给你道个歉。你道什么歉呀？先不说你父母对我什么态度，我走的时候你去哪儿了？你连送都没送。这么吵架呢呀？那就让我一个人走啊？我错了。咱俩人得团结在一起，一块对付他们。你现在这么不理我，不是正好中了敌人的奸计了吗？那你说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。但是，我得批评你，严肃的批评。稍微遇到一点生活中的坎坷挫折，你就对我采取这种极端的态度。小明为例，不是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还不知道？你还不相信我吗？我不管什么情况，我只要跟你在一起，听清楚了吗？哎，怎么了？腰疼吗？好了，就在这儿。就这样。好，慢点啊。哎，怎么了？哎呦，你又扭了吧？啊！来，我背你，我背你。哎，没事没事啊，我不用你背，别让人看见了不好。有什么不好的呀？你是病人啊！哎，再说了，现在让我妈看见可不得了了。他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你妈看见了，我也是你师傅，你是病人呐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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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。哎呀，别动啊！出去了吧？小石，你们家真大呀！好了，我的房间在这儿呢。够够够够！啊！好了，你回去吧，一会儿我妈万一回来了。哎，七的，医生说了，你不能乱动的。我没那么娇气，你赶快走吧。你听医生的话，听见没有？好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赶快走吧，妈回来要看见你在这就不好了。啊。小红。哎，看我的脑子，医生给开的药，这瓶是外敷的，每4个小时服1次。这一袋里面是内服的，1日3次，饭前服用，记得啊。知道了。安心养病，厂子里那边我替你去请假，你一定要踏踏实实养好了再来上班，听见没有？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赶快走吧。行，我走了。快走。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腰扭伤了。啊？腰扭了？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
怎么扭的？我干活的时候摔了一跤，疼吗？我们去医院看看吧。厂里医务室的大夫说了，躺几天就没事了。哎呦，真疼！妈啊，你给我揉揉呗。哎，那这儿。哎，你轻点儿。我就没使劲儿。啊。你一个人回来的？是啊。能上楼吗？我这不是已经上来了吗？你们领导也真是的，也不派一个人送你回来。你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呀？哎妈，你轻一点儿。我没使劲儿。你都把我弄疼了，你还说你没使劲儿？我就是没使劲儿嘛。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女孩子就不该在第一线当工人。你又来了，你之前保证过再也不说这种落后的话的。我说的不对吗？你要是身体垮了，以后谁敢娶你？好了，你轻点给我按吧。行，忍一忍啊。小杰回来啦？啊，吃饭了没？厂里加班，吃过了。吃过了。小杰啊，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跟那姑娘还没断？她受伤了，你还送她回家？又到厂里打听了，您就不能消停一点啊？嘿，怎么跟我说话呢？这件事儿我没跟你开玩笑啊。我也没跟您开玩笑啊。小芝这件事情，我绝对不会让步的。你小子，你给我出来！他爸，跟他好好说。完了他了。我跟你说呀，陈大妈今天跟我说了，她说要是你同意啊，她礼拜天叫那姑娘到我们家来坐坐。啊，兴许小杰能喜欢呐。陈大妈还说那姑娘身体好，长得又好，她爸还是环卫局的科长呢。那好啊。那我跟陈大妈说了啊。跟她说，让他们见见啊。你去哪儿啊？才2天腰就好了。我去厂里，厂里今天歌舞比赛要排练。歌咏比赛不是不让你这个没有转正的人参加吗？你病没好呢，别乱跑。我晚上就要比赛了，我见什么人啊？耽误不了你比赛，跟你们主任打过招呼了，就一会儿。小杰，陈大妈一会儿就来了，再等一会儿啊。不，陈大妈，我整天都见，有什么稀罕的呀？你去安生会儿。真是。9、7、11、7、8、7、5、6、7、8、7、5、7、7、8、7、9、8、11、8、8、8、5、6、8、8、8、5、7、8、8、8、9、9、11。哎，姐姐，哎，跳皮筋呢。我说呢，是谁跳得这么好？哎，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哥到厂里去了。我听说你爸把你哥叫回来了。是吗？我不知道。那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没有吧？哎，对了，姐，你还有糖吗？哎呀，我今天没带，下次啊，我专门买给你。哦，好吧。哎，该我啦。马莲开花。哎，陈大妈来了。哎呀，你来了。她是小雨，是46院的护士啊。她就是周杰，在立信修船厂工作的。这是周杰的父母。伯父伯母好。哎，好，来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哎，我来。哎，快坐，快坐啊。
姑娘，喝水。别客气啊。咱们就别待在这里吧，让年轻人在一起聊一聊。向我有个了解了解。你们二位就到我家去坐一会儿吧。好的，好的。你怎么来了？伯父，我听说你把邹杰叫回家了，我来看看邹杰出什么事儿了。邹杰就是出什么事儿也不用你来管吧？是，你怎么来了？邹杰，赶紧进去招待客人呐！邹杰，进去招呼客人。这姑娘是谁呀？啊，陈大妈，她是我们小杰的徒弟。陈大妈，小芝是我对象的。胡说什么？我们就没同意，你算谈过什么对象？同不同意是您的事情，我早就同您讲过了，我就是喜欢小芝。我打你我！哎，伯父伯母，上次是我不对，我跟你们道歉。我知道你们对我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同意我跟邹杰在一起。这孩子说话够直接的嘛？同意个屁！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。小苏同志啊，今天呢我们家有客人，就不留你了啊。要不你先，小杰，赶紧进去招呼小雨啊！还站着干什么？哎，你别走，小芝，不许走！我爸我妈从厂里把我叫回来，就是为了让我相亲，全是他们安排的。但是我早就跟他们很明确的讲了，我只喜欢你一个人。上次就走了，这次绝不能让你走。陈大妈，我们走，走。哎，姑娘，哎，陈大妈，邹杰不是有对象了吗？你们也真是的。小雨怎么走？不是他对象，我跟你解释，你看，你看看，你满意了吧？姑娘，你这是来砸场子呢吗你？伯父伯母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们给邹杰安排了相亲活动。我想把我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。我喜欢邹杰，我知道我跟他有差距，但是家庭出身的问题是上辈人留下的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努力的改变自己。经纬可以填海，愚公可以移山，我会以一个新社会、新青年的形象出现，把家庭的影响降到最低。请你们看我的实际行动。看来，你父母是不会接受我的了。今天你表现太出乎我意料了，一番话说的让我为你刮目相看。其实，我也没有想到我能这么大胆，不计后果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办法总会有，只要我没有接你。哎，不说这事儿了，晚上还有歌咏比赛呢。哎，你可要为我们车间争取好的名次。当然了。哎，带上车。做好了啊。好的。走。哎。回来了。哎，爸，这么晚您去哪儿啊？燕子，带你妹妹上楼睡觉去。
小杰，陈大妈今天带来的姑娘多好啊，我们打着灯笼都找不着。你徒弟这么一闹，我和你爸的脸往哪搁呀？刚才给陈大妈去解释，人家还在生气呢。您不用跟陈大妈解释什么。妈，您要和爸真的是为我好的话，我就请你们尊重我的选择，行吗？你不懂，这可是你的终身大事，你要跟他好了，要影响你的前途。我跟你爸坚决不同意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你明天早上我还上班，先睡了。你找谁？你是苏芝的妈妈，你是？我儿子是你女儿的师傅。啊，来来来，请进，请进。来来来，来，请坐，请坐啊。来，喝茶。你们家真宽敞，是我妈留下的。听说楼下的照相馆也是你们家的。啊，你来有什么事儿吗？小芝妈妈，我今天来，就是想跟你说，你得好好管管你女儿，让她别再缠着我儿子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你不知道吗？你儿子不是小芝的师傅吗？对呀，他叫邹杰，厂里一直挺培养他的，可是你女儿总是缠着他，在群众当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。真是笑话！喜欢我女儿的男孩子多的是，从家里排队能够排到大街上。条件好的男孩子，我女儿倒是跟我提起过他们的名字，可是邹杰是谁，我还真不知道。也许是你儿子自作多情了吧？到底谁自作多情，得问你女儿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主动的姑娘，她都到我们家去闹了。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，我们家是不同意他们在一起的。再说我们家3代都是工人，我们不一样。你尽可以放心，以小芝的条件，她一定会找一个门当户对的，绝不可能跟一个普通的工人在一起。那就太好了，我们也觉得不门当户对，我们也想找一个门当户对的。你们家的出身有点不明不白，我们也怕受牵连。你说什么？什么不明不白的？你把话说清楚。小芝妈妈，有些话讲清楚了就不好听了。没什么不好听的，你现在就说清楚。那你能讲清楚你女儿的身世吗？我先走了，反正我跟你说，我们家是不同意他们在一起的。我先走了。你爸妈还没理你啊？这2天他们都不跟我说话。哎，你一定要想法跟他们和解啊，否则这以后……没事儿没事儿，过2天他们自己就好了。我就是怕以后。以后都想好了呀。如果他们要真不同意的话，
哎，你干嘛？没什么，反正我肯定会让他们同意的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俩的事儿，最后一定要经过你父母的认可，否则就算我们在一起，我心里也不踏实。我知道，我肯定好好做咱们饲养工作。嗯，给。